大家好，我哋係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有份足球大使。2025年3月25號，我哋去咗日本大阪進行4日嘅交流活動。等我哋嚟介紹下呢幾日嘅行程啦。日本係非常着重足球訓練，我哋好榮幸可以同當地球員進行友誼賽。喺呢2日嘅比賽，我哋全力應付，即使係對手緊迫嘅情況下，我哋都冇放棄。運用返平日訓練嘅技巧，我哋同隊友終於可以做射門機會，令我好難忘。我哋亦都體驗到友誼賽能夠提升球員嘅實戰能力，亦都促進國際間嘅文化交流。我哋喺日本參觀咗好多景點，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係天島山海遊館。海遊館係一個大型嘅海洋生物館。我哋入館之後，沿住螺旋步道參觀，館內展示咗好多嘅海洋生物，令我目不暇給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去咗奈良神樂公園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到咁多真嘅鹿喺我身邊周圍走。校長仲買咗好多鹿餅俾我哋餵鹿添。一般人去日本賞櫻都係櫻花滿開嘅時候，我哋好幸運見到日本嘅初櫻。我哋一路行一路小心觀察，大家都為能夠睇到櫻花樹上一小朵一小朵嘅初櫻而感到興奮。呢2年，我哋喺有份足球大使計劃嘅訓練，得到老師同埋教練一直以來嘅栽培，喺品德同埋球技都幫助到我哋好多。喺品德方面，我哋學懂體育精神，學會勝不驕，敗不餒，喺團隊中互相幫忙。而喺技術層面方面，教練會安排唔同嘅訓練，提升我哋自主運用球技同埋體能，令我哋茁壯成長。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參加國外嘅友誼賽，喺累歷嘅比賽當中，各位球員都盡止所長，全力以赴，將學到嘅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期望返到香港進一步提升自己嘅球技，唔會辜負校長、老師同埋教練嘅期望。
為咗感謝東華三院對我哋嘅支持，我希望有品足球隊喺未來可以贏取更多嘅獎項，為東華三院有品足球大事增光，透過踢好波去學識做好人，讀好書，放眼世界。